我會幫你印嘅嚇。好啦，咁啊，今堂講嘅最後一個 topic 咧就係 professional ethic 啊，professional ethic 係一啲比較上面專業嘅操守或者一啲嘅守則啦嚇。我仲好多人都未起身嗰啲由得佢啦嚇，繼續咁樣喺度掙扎咁入嚟嚇。好啦，咁啊呢個專業守則操守其實係工程師學會啦，咁啊係有一套既定嘅小標準啦。咁其實每個人自己都應該有一系列嘅自己嗰個道德操守嘅嚇。好啦，咁喺呢個道德標準裏邊咧，咁你都講過啦，extract from 呢個康康 IE。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其實廉政公署亦都有嗰個一系列嘅少少叫做標準啦嚇。咁我哋一齊睇睇呢個 practical guide 嚇。好啦，咁首先睇之前啊，咁我哋都要知道啦。咁其實作為一個工程師啦，咁佢將來你哋畢咗業啦，好彩考到牌嘅時候咧，咁其實你會牽涉到嘅做嘢嘅範疇包括點樣去 design 啦，一啲建築物啦，一啲嘅好都重要嘅好 key 嘅 infrastructure 一啲大型嘅基建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工程師好重要嘅角色嚟㗎嚇。咁喺現代嘅社會啊，工程師其實咧都喺呢一方面嘅知識上面咧都相當之多嘅嚇。工程科學啊，或者一般上面知識上面咧，咁如果你淨係得呢啲嘅時候咧，係唔夠用嘅嚇，因為始終 in case 你仲要有一個幾好嘅道德操守啦，造就住你將來嗰個發展嘅嚇。好啦，咁究竟有幾重要咧？咁其實我哋點樣去演繹呢一個咁你哋嘅專才學翻嚟嘅嘢？一個專業嘅判斷，點樣去監管嗰個責任啊？喺不論係技術性方面啦，又或者行政嘅工作方面都好，都會牽涉到同其他人，唔係你自己一個人做晒㗎嘛嚇。如果你係成個地盤得一個人做晒，撳個掣，全部都係機械人做嘅，咁就例外啦嚇。所以作為一個工程師，其實咧佢必須要維係住一個都幾崇高嘅道德觀念啦，對社會係有個責任嘅，咁係啦，呢個道德嗰個 obligation。好啦，咁喺呢個咁樣嘅咁 professional 嘅 ethic，其實咧係都最 paramount 最重要嘅嚇。咁作為一個工程師點樣去成功嘅生涯？好啦，咁喺呢個咁 important 嘅 professional ethic，作為工程師有5個 landmark。咁第一個咧就係個 hallmark，明白翻佢自己個特點啦。第二咧，佢個最基本嗰個質素嗰個要求啦，點樣 qualify 啦。咁同埋點樣喺嗰個競爭力嗰度咧攞到個優勢。另外咧就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操守，我哋必須都要有啲指引啦。同埋最後嘅就係對翻自己個會。究竟有啲乜嘢 ultimate 嘅 benefit 可以俾得到？好啦，咁首先講個 hallmark 先啦嚇。professional 好專業 ，imply 翻一個道德嘅責任。因為其實社會咧都好依賴，都相當之依賴一個工程師嗰個責任。點樣去演繹佢自己嗰個專才嚟到達到一個重要嘅服務？好啦，咁特別嘅專才。其實賦予咗俾一個工程師，毫無疑問地咧係一啲嘅權利同埋一啲好尊貴嘅地位，締造咗一啲嘅情況就係好多時咧，如果佢用不其所濫用嘅咁就會令到嗰啲業主又或者客人，因為客人請得你，即係佢唔識點樣去工程設計嘅時候咧，咁咧無疑問地咧就會剝削咗佢，或者咧會有利益衝突啦損害咗嗰個客人嘅利益啦嚇。如果你係做得唔道德或者係唔專業嘅時候，因此既然唔專業咯，設計得唔好，為咗要賺錢就偷工減料啦，或者根本唔夠力嘅時候，咁咪好容易會有意外咯埋藏住呢個咁高嘅道德觀念我哋必須要維係住俾到信心俾公眾。所以好多時嘅大部分呢啲咁嘅專業嘅學會，例如工程師學會啦，喺或者其他技術上面層面嗰啲社團都好，
佢哋都會有自己一套點樣去監管翻自己嗰個會員嘅操守，嚟到去令到佢哋大致有一個標準啦，或者一個簡單嘅指引啊，行為嘅指引，制定於俾佢哋點樣去俾出佢哋嘅服務啦。好啦，咁講個優勢啦，喺個競爭力方面嚇，咁啊都有相當多嘅調查個案，即係或者數字咧可以定義得到。其實喺呢個道德操守，其實咧可以增加嗰個市場上面優勢嘅。喺多個啦，平均70%嘅客戶咧都會考慮到，其實我請一個人或者請人幫我設計嘅嘢咧，其實我會係睇佢呢啲咁樣嘅操守啊，多過佢呢啲嗰個咁樣嗰個能力嗰個生產嘅嚇。好啦，換言之，其實咧嗰個 client 你啲僱主啊，或者係啲客戶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想揾一個信得過嘅人去做，所以點樣演繹呢個咁樣嘅道德操守，要專業地咁樣去行使嘅時候咧，其實只係一個入場券啊，入場券你都去獲取你個僱主或者咧你啲客戶嘅信心啊，所以咧道德同埋你將來嗰個收入分唔開嘅嚇。好啦，講到嗰個咁 good practice 嘅指引咯喎，作為一個專業嘅操守，其實咧係制定於一系列標準嘅行為守則裏邊啦。最基本喺法例上面，你一定唔可以違法個 legal 嘅 minimum requirement，你一定要 achieve 嘅嚇。OK，咁啊，另外呢個指引亦都 undermine 咗嗰個最 basic 嘅 value，最基礎嗰個價值，同埋相關嘅規條喺呢個專業嗰個操守裏邊，佢幫得到一個工程師去達至一個最好嘅選取個行動方面啦。究竟個部署點樣去做？特別就係如果當嗰啲咁樣嘅工程師係面對住一啲嘅道德方面嘅大災難啊，或者係基礎嘅時候啦嚇，咁呢啲價值觀念咧，仲更加可以幫得到佢點樣去決策一啲嘅程序。好啦，當如果人哋罔顧咗唔擺呢啲咁樣嘅道德操守嘅時候咧，有個工程師咧就好容易俾人哋制裁啦，法理上面又或者係俾人驅逐啊，或者係俾人 suspend 吊銷你嗰個會籍嚇，咁樣喺嗰個學會裏邊咧，又因於你已經係 violate咗佢嗰個相關嘅法例或者佢哋規條。好啦，咁點樣俾得到一個 benefit 俾佢個 professional 咧？咁其實作為一個工程師，佢嘅專業資格、專業嘅態度，其實咧就會越嚟越多人去增加佢嗰個即係睇住啦嚇，即係監察住嚇，會越嚟越多人。咁如果有啲唔道德嘅行為外露咗，俾人哋睇得到嘅時候，作為一個會員咧，其實咧好明顯就會摧毀佢哋人哋對佢嘅信心啦嚇。至於講到個前景啦其實咁專業，其實都依賴嗰個環境嚟到規條翻喺道德方面啦，同埋喺個專業嗰個紀律方面嘅。當如一個專業嘅操守係好足夠地咁樣被運用喺一個工程師嗰個範疇裏邊咧，佢對最終極咧，只都會受益翻。其實成個會啦，嚟到點樣提升翻規條方面啦，喺嗰個可信性啊，或者成個 respectability 嗰個體面，又或者嗰個啲人尊唔尊重你啦。好啦，咁所以咧，作為一個工程師，咁有4個 rule 啦。咁第一個 rule 咧就係對嗰個professional 嘅嚇，對個專業嘅。作為一個工程師學會嘅會員當如果佢哋俾出佢嗰個行為嘅時候，咁佢必須要維繫住自己啲地位啊、名聲啊、自尊啊等等啦。第二個責任就係咩咧？對嗰個同事，作為一個工程師學會，其實理論上面係唔應該有意或者無意直接或者間接咁樣損害或者傷害其他嗰啲專業嘅人士嗰個聲譽㗎嚇，包括其他嘅工程師。相反，佢應該係孕育翻一個大家互相發展啊、互相協調嘅專才學會嚇。講到第3個呢個咁樣嘅責任性咁對你個僱主㗎啦噃嚇。好啦，咁作為一個工程師嘅學會，當如果你俾出你嗰個 duty 俾你個僱主或者啲客戶嘅時候，咁當然啦，必須要誠實啦、真誠啦，根據翻嗰個最高嘅
行為嗰個行頭行為嗰個標準。好啦，第4啦，就咁對公眾啦嚇。講到公眾作為一個工程師，咁如果佢俾出佢嘅服務嘅時候，當然啦，佢無時無刻都要加份住一啲最優先嘅利益就係咩啊？公眾嘅利益啦、環境啦、一啲嘅健康啊、福利啊、安全啊等等啦嚇。咁雖然呢啲咁嘅規條咧並唔係話好真係在意話要好詳盡咁樣特定於 specify 翻，究竟你應該要做啲乜嘢，邊啲嘢唔應該做。咁但係毫無疑問地，呢啲咁樣嘅規條亦都俾到個指引，俾到佢哋究竟乜嘢應該要做，同埋個重點作為一個專業嘅工程師，我哋點樣要去滿足得到嘅嚇。好啦，由以上所知道啦呢啲咁樣嘅規條嘅時候，作為工程師就可以尋求呢啲咁嘅指引啦。究竟我點樣要 deal with 翻一啲嘅法理上面嘅嘢啊？道德上面嘅嘢，一般性我哋會遇得到嘅喺工作方面。詳盡嘅指引其實咧，以下都睇得到啦。咁首先呢個係 IE 嗰個 Rule of Conduct 啦。好啦，佢包含住喺嗰個條例條款裏邊，包括一啲嘅建造規條個規矩嗰個會，就係一啲嘅行為守則。而呢啲行為守則咧係有約束力嘅。作為一個會員，其實必須要跟進啦。呢啲咁嘅指引幫得到個會員嚟到點樣演繹翻，點樣去明白翻其實咧嗰個規矩係點樣去做嘅。好啦，首先第一個都係歸納翻4個。首先講個 professional 先，作為一個會員啦。其實當佢俾得到佢嗰個 service dignity standing and also reputation 都係嗰啲尊嚴你自己個堅守翻自己嗰個責任態度啦in person 啦，尤其就係咩咧？當你 discharge 你嗰個咁專業嘅責任出嚟嘅時候，嗰個誠實、專業、公平同埋要有禮貌，當然啦，缺一不可啦。好啦，亦都唔好走去即係吹噓自己啦。究竟我幾叻，又或者係貶低其他嘅人喺你個會裏邊，亦都唔好唔恰當地咁樣去尋求一啲嘅專業嘅即係漏生意啦所講咁樣嚇。當如果你俾出你嗰個專業嘅意見，以一個咁專業嘅態度嘅層面裏邊咧，理論上面你應該要以一個最 best 嘅 ability 去做啦。要比較上面係客觀一啲啦，可靠性一啲啦，同埋都誠實一啲嘅嚇。好啦，咁要採取一個合理嘅步伐嚟到去避免損害得到個環境啦，或者係浪費一啲嘅天然嘅資源啦，又或者係一啲嘅人嘅技術啦，或者係即係唔好特別去傷害佢哋啦嚇。好啦，亦都要確保有足夠嘅發展喺你自己嗰個專業範疇裏邊越嚟越叻，亦都要接受一啲嘅責任。如果係你嘅 action，亦都要確保翻你所委派嘅人係必須要有足夠嘅一個專業能力嚟到去做，你俾佢做嗰個責任啦。好啦，亦都唔好話撈得太多俾撈啦嚇。尤其是有啲如果你都唔 qualify 嘅嘢，你就唔好走去做啦嚇。亦都應該要對你嘅同事或者同你一齊做嘢嘅人公平一啲，唔好濫用你自己嘅在內嘅職權啦。當如果你離開香港去其他國家地方做嘢嘅時候咧，必須要確認翻，如果當地係有啲嘅行為守則嘅時候，你必須要跟啦嚇。除非佢冇，如果冇嘅時候，你咪跟翻自己原本嗰一套咯。好啦，當如果同其他專業會員去共事嘅時候你必須要注意翻啦。其他會都有自己一套嗰個專業守則，你要尊重翻人哋嘅嚇。好啦，第二啦，對同事嗰個責任啦嚇。作為一個 IE 嘅會員啦，唔好有意或者無意直接或者間接地咁樣去傷害其他人個聲譽啦。亦都要引用翻，其實咧大家互相發展嗰個專業嘅。好啦，尤其就係咩咧？當如果你係有啲即係盡量要好恰當地咁樣去尋求、接受或者係俾出你啲好誠實嘅批評對於做嘢嗰啲嘢啦唔好話
因為有啲某啲嘅原因嚟到去做出一啲嘅唔恰當嗰個評論嚇，亦都要尋求大家互相資料嘅交流啦、經驗嘅交流啦，對其他嘅工程師啦，亦都要幫或者係支持翻其他嘅嗰啲同事或者係工程師嗰個培訓喺佢哋嘅專業嘅發展裏邊，亦都唔好濫用你自己同個會嗰個關係嚟到去發展你哋自己嗰個營商嗰個利益，亦都唔好惡意或者係錯誤咁樣去損害個某啲人或者個會嗰個聲譽啦嚇，前景啊或者一啲嘅操守喺佢哋其他會員嗰個做嘢嘅過程裏邊嚇。如果真係有嘅時候，交翻俾個會嗰啲唔做得唔誠實嗰啲事實啊、非法啊或者唔公平嘅嘢，由個會或者係法律上面去制裁，就唔係由你去自己講嘅。咁support 翻啦，個會嗰啲有啲咩 aim，有啲咩嘢目標啦，或者係活動啦嚇。好啦，第三，對於翻嗰個僱主或者你嘅客戶嗰個責任啦嚇。作為一個工程師學會嘅會員啊，當你俾出你嗰個服務俾你個僱主或者個客戶嘅時候咧，必須要正直不阿啦，根據翻一個好崇高嘅行為標準營商嘅嚇。尤其係咩咧？你要完全忠於你嘅僱主或者你客戶，不論係過去或者現在，喺所有 concern 關於有酬勞嘅嘢，亦都所有 concern 翻關於 business 營商嘅事項。與此同時咧，要公道啲嚇，對你個僱主同埋個客戶，甚至乎其他嘅 partner 夥伴，盡量避免參與喺嗰個營商嘅環境底下有任何嘅投資啊或者活動係牽涉到有利益嘅衝突啊。咁如果係有嘅時候，你要盡早白紙黑字通知翻你個僱主嗰啲利益衝突究竟係乜嘢啊？會唔會係你啲近親啊？又或者係其實對你嗰個僱主或者係個客戶啊？亦都唔好接受任何財務方面啦、合約上面嘅責任係有因於你嗰個日常嗰個official duty 而未係得到個授權。好啦，咁最好就係俾出一啲最可能性嗰個建議啦，concern翻，譬如你預期喺你嗰個專業嘅判斷裏邊嗰個後果究竟係點樣樣，喺你職能方面嗰個責任性方面嚇。亦都要俾意見翻你個僱主或者客戶啦，你預期可能嗰個出現嗰個後果啦，相關於以你嗰個知識水平裏邊，究竟嗰個相關嗰個發展會係點樣做？亦都唔好俾，亦都唔好接受任何嘅饋贈、娛樂、一啲嘅金錢，又或者一啲嘅服務多過一般性嘅價值嚇。咁尤其是係同你嗰個客戶或者你僱主相關性係有嘅關係嘅而係未得到嗰個consent 個同意係攞到啦嚇。當然你攞到嗰個同意就冇問題啦。好啦，咁亦都好啦，亦都需要啦去大家合作嚇，咁處理翻一系列嘅其他嗰啲 expert 嘅事啊。你係僱主啊，或者係嗰個客戶嗰個利益係以佢哋嘅利益為大前提嘅依歸啦嚇。好啦，亦都要保障翻一啲嘅機密嘅資料嚇，盡量尤其是係你僱主或者啲客戶唔好外泄啦。未被佢哋同意嘅時候特別就係為咗收取啲利益啊、娛樂啊一啲嘅好處由第三者而泄露嘅時候咧，嚟到去增加自己嘅利益咧，仲更加唔應該啦。好啦，第四啦，講到作為一個會員咧，當佢俾出佢嗰個責任嘅時候，俾佢嘅僱主，最緊要無時無刻都要加份埋佢嘅專業勝過同埋一啲嘅公眾嘅利益啊、環境啊、社會福利啊、健康啊同埋安全等等嘅嚇。尤其就係咩咧？
要尋求保障翻呢啲公眾嘅安全啊、健康啦嚇。當如果制定一系列嘅公眾嘅條文或者條款好專業地咧，咁其實你必須要嘗試確保翻所有佢嘅 qualify 咗嘅，一定要係 make 個 statement 係 qualification 你自己嘅專業啦，同埋係有而係對於接收嗰啲人聽咗呢個 statement 裏邊咧，究竟有咩 benefit 嘅嚇？亦都要尋求公眾去明白翻你個專業角度嗰個判斷，亦都要尋求翻嗰個環境方面嘅評估啦。對於你嗰個設計嗰個後果會係點樣樣啊？咁啊點樣影響到個事項？盡量去避免或者減免嗰個對環境嘅破壞，盡量亦都要去嘗試去提升翻嗰個環境。第四對公眾啦，咁喺我哋頭先所講啦嚇，對要保障翻個公眾嗰個健康啊、安全啊咁等等嘅事項咧，最重要我哋大致點樣去透過一啲我哋嘅設計工程項目裏邊咧嚟到保障翻不論係健康性或者一個大家可協議嘅室外或者室內嗰個環境咯嚇。亦都要目標要減低用一啲嘅唔可以再生嘅能源啦，亦都要節能啦，亦都要減少排放嘅排放廢料，亦都要考慮到周詳一啲個後果，任何嘅建議書對於公眾嗰個嘅健康啊，又或者個習慣性亦都要評估翻你個 project 對環境嗰個 impact 究竟係點樣樣啦要尋求確保一個可持續性發展嘅亦都要考慮翻嚟到解釋翻喺你嗰個建議書裏邊，其實我用咩方法嚟到去保護或者係提升翻嗰個環境嘅好啦，到 F 啦，我哋點樣去提升翻嗰個 interdependent 各自各互相嗰個關係性嗰個喺嗰個生態方面啦咁亦都要維係住一個物種多樣化啦，個資源嗰個點樣去用完之後再 replace 翻點樣可以 recover 翻，又或者係一個可持續性發展，亦都要尋求平衡翻嗰個價值方面喺嗰個最好嘅利益對於個環境，對於同埋對人類個社會嚟到達至最合適嗰個技術性方面對環境方面嗰個選取，嚟到用盡晒所有現有嘅技術或者嘅科技，而係唔需要俾出額外嘅使費咁樣樣。亦都要鼓勵管理層方面咧，要去跟隨一個比較正面啲嘅環保嗰個政策嚟到確認翻，其實咧以條文條款方面，佢係有意向，唔會係傷害個環境，同埋咧會跟翻個法例去做嘅好啦，至於喺法理上面、道德方面嗰個事項，喺專業嗰個操守裏邊，喺呢個課題裏邊，其實我哋已經係focus 咗喺呢兩方面㗎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會講 offering and acceptance 俾出同埋接受一啲嘅非法嘅即係非法收受利益啦、詐騙或者係我哋要 preserve 翻一啲嘅機密嘅資料、利益嘅衝突，或者咧專業嗰個程度啦好啦，咁首先講翻呢個收受或者係俾出呢個非法嘅好處咁我哋俾行賄或者係受賄，其實咧都會好唔公道地咁樣影響得到你嗰個判斷力同埋嗰個決策能力嚴重地咁樣侵害咗你嗰個出糧俾你個老闆，又或者其他嗰個持份者嗰個利益。我哋盡量避免觸犯呢個條例嘅時候，作為一個工程師，佢有責任咧，好清晰透徹明白翻嗰個制定嗰個標準呢個咁樣嘅 IE 個規條。佢架構咗一個構成咗一個貪污嘅事項，根據翻呢個防止賄賂嘅條例。而呢個 PPO 防止賄賂條例咧，就係加份住包括私人公司公職人員
喺法例上面去打擊呢個咁樣嘅貪污。佢制定一系列嘅行為標準，作為一個員工究竟佢點樣去做？當佢做一啲佢老闆委派去做嘅營商嘅事項啦。重點就係呢條條例條款咧，佢從屬於一個工程師專業嘅操守，佢總結於以下嘅嚇。首先呢個就係防止居留條例第9條啦。咁其實我哋要聆聽一個公平嘅環境嚇，咁要維係住嗰個市場上面嗰個競爭力嚇。咁當如果你其實係犯法嘅，如果你係尋求啦或者係接受一啲嘅好處，而係未得到你嗰個僱主同意嘅事項嚇，當然啦，下邊嗰句就係任何人俾出呢啲好處嘅，即屬違法嚇。好啦，我哋點樣去 supervise 翻喺嗰個工程項目嗰個項目裏邊有工程師？其實咧，佢時時都會接觸得到公職人員啦，或者一啲嘅公務員啦，或者一啲嘅utility 嗰啲公司，例如煤氣啊、港燈啊、中電等等嘅。咁所以啦，佢必須要好重要，要明白以下嘅條款。第4條講到啦，避免公職人員濫用佢個職權嚟到去收受嗰個利益，而要攞到自己嗰個好處啦。咁任何人俾出呢啲咁樣嘅好處，俾呢啲咁樣嘅公職人員嚟到去reward 翻一啲同佢 official duty 有關嘅嘢，即屬違法。當然啦，俾出亦都係違法嘅嚇。第5條講到啦，我哋圍住一個公平嘅投標合約嚇。咁其實係觸犯法例嘅。如果一個公務員啦未得到嗰個同意，未得到許可，而係尋求或者接受一啲好處，作為一個協助由某一啲嘅人保障得到佢一定係攞到合約嘅，咁即屬違法。咁任何人俾出呢啲好處，亦都係違反咗貪污嘅條例。好，第6、第7條啦，講到係拍賣或者係tendering 嘅嚇。任何人接受或者俾出一啲好處俾一個人唔去落標，或者唔去投，或者係點樣去投個標書，已經係即屬違法啦。當然啦，俾出呢啲咁樣嘅賠款 bribe，亦都係已經 commit 咗呢個 offence 㗎啦。第8條講到啦，避免啦唔誠實咁樣同你嘅僱主deal with 嘅嚇。咁個總結就係違法嘅。如果你俾出一啲好處俾公職人員啦，嚟到去 dealing with 一啲嘅佢自己個 public 嘅 office 或者 department 嘅 servant 嘅時候point to note principal 其實講緊你個僱主出糧俾你嗰個，又或者係 direct boss。作為工程師，你嘅 principal 唔係 confine 喺出糧俾你嗰個，亦都包含埋你嘅客戶嘅嚇。agent 代理人。作為一個 agent 就係一個人啦，代理翻你個僱主要你做嘅嘢。與此同時咧，你亦都係你個僱主嗰個代理人做緊你老闆俾你做嘅相關嘅事項，又或者係個客戶叫你做嘅相關嘅事項。好啦，講到好處啦，其實咧好處咧可以 refer 任何嘅嘢，但係咧可以錢啦、饋贈啊、聘用啊、服務啊、favor 等等嘅嚇。但唔包括娛樂，啲娛樂係指食物或者飲品係當場係食晒飲晒嘅。好啦，僱主個准許，當然講到啦係合法嘅。如果你個僱主係俾你接受一個好處，同你個職務相關嘅嘢嘅時候，佢俾就得啦。當然呢啲准許一定係要尋求於你攞嗰個好處之前啦。如果呢啲好處係俾咗，而你未得到嗰個同意嘅時候咧，你要盡快攞翻呢啲咁嘅僱主嘅同意啦，否則嘅時候你就係違法嘅啫喎。個僱主會睇翻個事項嚟到去俾完俾呢個 approval 啦。作為工程師，其實你一定係要obtain得到你嗰個 client consent 先至好做呢啲咁嘅嘢啦，否則嘅時候咧即屬違法。好啦，節日方面嗰個就唔可以作為一個辯護嘅理由嚟嘅嚇。並唔係一個辯護理由，話俾你聽，其實一啲好處咧，我接收係有因於一啲咁樣嘅，譬如過年過節啦，或者老班或者其他嗰啲建築界嗰啲節日嚇。個法庭只會係睇
你個僱主俾唔俾你攞？好啦，講到口頭嘅協議啦，俾出同埋接收呢啲咁樣嘅賄款，其實已經係會被檢控㗎啦。你就算係一啲口頭嘅協議都好，雙方已經係觸犯咗法例，甚至乎嗰個 purpose 仲未開始做，都已經係違反法例。一經定罪咧，防止賄賂條例咧，最高刑罰係10年嘅監禁同埋100萬嘅罰款啦嚇。佢亦都唔可以再出任一啲嘅公司嘅管理層啦嚇。亦都係嗰啲學會亦都會吊銷至少7年嗰個專業嗰個資格。飲啖水先嚇。好啦，跟住講 tips 咯喎嚇。呢個 tips 點樣去 handle 一啲嘅 issue 即係收受或者俾出呢啲咁樣嘅好處咧？最重要嘅就係尋求指引啦，由你個僱主啦 clarify 翻，其實你個僱主俾唔俾你攞先啊？如果俾嘅，咁你咪去攞咯；如果佢唔俾嘅，咁你唔好尋求去攞啦嚇。亦都盡量避免呢個 sweetener 呢個所謂嘅叫糖衣陷阱啊！呢個糖衣陷阱就係講緊咩咧？避免係一個情況就係咩咧？佢收受咗一啲嘅利益，而呢啲利益咧就將你擺咗一個咧好尷尬，你又好似又要補償翻俾佢嗰個咁樣嘅原則。由過去嘅經驗咧，其實貪污咧唔係直接就即刻貪污嘅。喺事實上面咧，其實好多時係開始於一啲咁嘅糖衣陷阱。埋藏住喺一啲嘅好奢華嘅飲宴啦，或者俾出一啲嘅小禮物。最初睇起上嚟咧，同你日常嗰個工作係冇乜關係㗎。好似收咗亦都冇乜所謂。久而久之，你就會發覺你已經墮入咗呢個咁樣嘅好尷尬，或者咧好似真係要補償翻俾佢嗰個情況嗰個陷阱。當你被問及，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咁樣做啊？你收咗我好耐嘅利益㗎啦噃嚇。當然啦，最好確保收嗰個人係得到佢嗰個老闆嗰個同意，你先好俾。攞到佢嗰個老闆嗰個 consent，咁你俾佢咪冇問題咯。好啦，講到詐騙啦。詐騙咧，其實同貪污咧都係手牽手㗎啦嚇。大家相互相㗎啦嚇。所以呢啲詐騙其實喺工程師嗰個操守裏邊咧，都係蠶食緊嗰個即係個信任越嚟越冇㗎啦嚇。公眾對你冇信心，僱主對你冇信心，客戶對你都冇信心。另外啦，講到點樣 preserve 一啲嘅機密嘅資料啦。作為工程師，你應該要忠於你個僱主，忠於你客戶保障佢嗰啲資料係保密嚇。呢種操守嘅概念其實好多時咧，係直接或者間接咁樣影響到你嗰個公司嗰個聲譽或者能力喺嗰個市場上面嘅競爭力嘅。除此之外，好多時嘅資料都會係，如果當呢啲咁嘅資料咧外露咗，俾人知道咗嘅時候咧，好明顯咧，嗰個利益或者係個損害究竟有幾多咧？呢啲都會造成你將來咧俾人告或者個犯罪嗰個 value。所以一般我哋就會用幾個問題嚟到去問翻自己，先至好發放呢啲咁嘅資料對外。第一，其實呢啲資料係咪已經發放咗先？如果個個都知嘅，你再講多次，當然就冇問題啦。但係你再講多次，個個都知嘅，咁都冇人聽你講啦。第二講到啦，如果你發放呢啲資料對外嘅時候，會唔會對你老闆、持份者、客戶或者其他嗰個人士會有影響咧？
咁如果會嘅，咁咪唔好講咯。第三，會唔會有第三者攞到呢啲資料嘅時候，咁可能對佢會有利益嘅衝突啊，或者佢會攞到一啲嘅利益，或者對你個老闆係會有利益衝突嘅，咁你咪唔好講咯。所以盡量啦如果係有疑問嘅時候，你咪問翻你個僱主，俾唔俾你講。好啦，講到利益衝突，其實咧都有因於係一啲個人嘅利益啊，喺個工程師嘅學會去對應翻你僱主同埋客戶嘅嚇。咁當然呢啲利益嘅衝突咧，會好扭曲你嗰個人嗰個可靠性啊，同埋個思維嘅，毫無疑問地，你個專業判斷咧，亦都會喪失㗎啦嚇，亦都埋藏住一啲不信任嘅種子，咁好嚴重地咁樣咧，結局咧就係貪污。咁所以啦，又到 tips 啦咁其實咧要維持住一個客觀性喺做嘢嘅方面嚇。咁有任何嘅個人嗰利益，如果影響得到你嗰個判斷，你都必須要係去通知翻你嘅僱主啦。有任何嘅投資，你自己又好，你嘅近親都好，會引致到呢啲咁嘅利益衝突嘅，你都要話翻俾僱主聽，自車翻俾佢聽。有任何嘅抉擇係制定於你嘅，而會係最終咧會係蠶食翻你嗰個僱主或者客戶嘅利益，你都會要 declare 翻。如果你被問及到有啲嘅做嘢嘅範疇係你已經係有個人嘅利益，你更加要講翻俾你僱主聽。好啦，一個好好嘅專業嗰個工程師個操守，毫無疑問地咧係一定要兼顧到道德啦，同埋一個專業嘅。我哋點樣去演繹呢個專業嘅判斷？專業嘅諗法，其實咧都好去在乎於呢個道德觀念啦、技術性方面嘅考慮，同埋咧大家相互相之間係相輔相成嘅嚇。要 competent，作為工程師就要有一個好好嗰個管治嘅能力，喺技術性嗰個層面知識方面嘅層面，同埋點樣去應用翻以上所講，再加埋勤奮。法理上面同埋嗰個行為操守，雖然係俾到一啲嘅指引，呢啲喺某啲嘅情況底下，佢可能點樣去解決呢啲咁嘅操守啦。當然，其實以上都講過㗎啦嚇，工程師專業嗰個需求，我哋必須要好審慎咁樣去演繹翻佢個人嗰個判斷同埋個諗法，去解決翻一啲咁樣道德嗰個問題啦。要制定一啲嘅道德嗰個決策，其實最重要嘅就係發展佢自己個人嗰個健全嗰個判斷能力。好啦，咁喺 ICAC 咁有個案叫 EFIC+ 咁分兩個，一個叫 EFIC，一個叫 PAS 嘅 Decision Making Module 呢個 Decision Making Module 咧係廉政公署咧係設嚟幫一啲嘅人去作一啲嘅道德方面嘅解決方法嘅諗法嘅嚇。佢勾畫咗一啲嘅人嘅思維嘅程序同埋個標準，可以用得到作為一個工程師個專業喺點樣大致選取你嗰個部署方面嚇，不論係結構性方面，又或者係呢個系統性方面嘅嚇。咁佢係包括第一個 EFIC process 咧，就係嗰個6個step。第一個咧要制定相關嗰個事實，要定義翻道德嗰個牽涉嗰個範疇，要將你嗰個持份者或者即係要諗埋佢哋啦，同埋啲客戶啦，要持一個客觀性嗰個判斷評估喺每一個持份者嘅位置，亦都要定義翻嗰個可行性嘅方案，同埋佢哋持份者個影響，亦都要比較翻估量翻嗰個後果，每一個可行性方案基於等間所講嘅 PAS factor 亦都要選取最合適嘅做法去做。好啦，個 PAS 嘅 standard 啦，PAS 嘅 standard 咧就有4個 key factor。呢4個 key factor 包括咧就係專業你嗰個邊個範疇或者係公司個行為守則。第二喺法理上面嘅需求啦，例如防止賄賂條例啦、偷竊罪或者刑事檢控罪行第三，會唔會有啲係唔妥協嘅個人嘅價值咧？例如誠唔誠實公唔公平或者可唔可信性等等。第四，一個 sunshine test 最容易啦，就係如果嗰樣嘢
陽光測試嚇。如果講出嚟係唔得嘅，咁梗係唔好講啦。好啦，咁講到嗰個 control 嘅 measure 啦，監控嗰個方法，有個 PM 工程師咁啊係有一個責任嚟要確保每一單工程啊維係住保障翻唔會唔道德，唔會一啲嘅唔合法嘅行為，因為呢啲嘅行為會蠶食嗰個僱主、客戶或者係公眾嗰個利益。雖然好多時喺某啲嘅場合，公務員或嗰啲工程師啊，佢會好多時咧會係 delegate 嗰啲權啊或者責任俾啲下屬去做，但係佢哋唔可以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嚟到去作為一個 excuse 啦嚇，咁嚟到去將佢卸咗落去俾下邊嗰啲人話唔關佢事，佢亦都要孭翻個飛嚇，因為你揀到一啲唔恰當嘅人去做。好啦。咁喺呢部分其實提供得到俾你有一啲嘅點樣去避免嘅方法，去 tackle 翻一般性嘅道德個操嘅事項喺工程師嗰個操守方面，例如一啲唔合理嘅點樣去個判斷啦，一啲嘅監管漏洞啊，濫用一啲嘅特別嘅資料啊，又或者係利益嘅衝突啊，或者係唔公平嘅投標，咁呢類嘅指引其實都好特別地重要俾對於一個工程師點樣去，亦作為佢一個管理嗰個角色啊，喺個公司裏邊。好啦，我哋點樣去避免一啲嘅唔合理嗰個嘅判斷？好啦，我要好清晰定義翻個角色啦、個責任啊，或者嗰個問責性嚇，喺嗰個權責方面嚇，對應翻嗰啲監管啊，亦都要強化翻佢內部嗰個監管系統檢測就係點樣樣咧？要定時定候site visit 再加埋隨機 spot check 嘅 visit 都如果係真係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咧，仲要去頻密一啲，亦都要演繹一個比較上面密集式一啲嘅檢測啦。如果真係發覺有啲 irregularity 發生 detect 得到嘅時候啊，亦都需要個下屬咧嚟到去提交一啲嘅定時嘅報告啦，例如工程進度啊、項目嗰個管理啊、工作質量嗰個監控或者係嘅事項等等啊。如果係同錢都有關嘅，亦都要警示翻所有嘅員工啦，喺佢哋做嘢嘅時候，嗰啲諗法如果係佢做嘢嘅方法都係被監管，同埋咧係會有檢查，亦都要委派翻一啲嘅獨立嘅審查委員會嚟到去團隊嚟到去監測翻、估量翻，其實喺技術方面嘅判斷啦嘅諗法喺專業嘅角度裏邊啦，有冇跟隨？而嗰個團隊咧，理論上面咧係要喺出邊請翻嚟啦，唔會有偏頗啦嚇。咁亦都會 deploy 翻一啲嘅 ad hoc basis 突擊嘅檢測，要確保佢有效。其實呢啲咁樣嘅專業嘅審查嘅團隊，其實必須要係直接匯報翻俾嗰個行政主任個公司最高層啦，即是話嚇。好啦，要發展一個 peer review 嘅機制即係同事要再睇多次啦嚇。develop 呢個機制其實容許翻其他嘅專業嗰個員工去 counter check 一次俾出即係去 review 一下去做嘅嘢收集多一個第二個意見嗰個可行性啦，對於你嗰個技術性方面嗰個假設或者係專業嗰個判斷嗰個恰唔恰當，我點樣演繹翻你個諗法？好啦，咁點樣堵塞呢啲咁嘅監管嘅漏洞？強化翻地盤嗰個行政，定義翻喺人事方面嘅管理嘅政策，同埋咧運作方面嗰個程序，清晰翻嗰個溝通渠道，確保翻最多嘅一啲即係我哋要揾判頭啦，就盡量 call 多啲判頭啦facility 啦，包括喺個 project 嘅 control 裏邊啦 selecting time 我哋要 set 佢分離翻嗰個 staff 嘅 duty 好恰當地亦都要好恰當地咁樣檢測翻平唔平衡得到，會唔會有啲人咧做到好辛苦，有啲人咧做好攤咁樣。都要演繹翻一個job 嘅 rotation，即係定時定候會
調位嘅嚇。如果可能嘅時候，盡量避免個員工咧喺發展一個唔必唔需要嘅一啲嘅同一啲嘅判頭或者材料供應商嗰個關係太過密切啊，因為咧咁樣會損害到個客觀性同埋個中立性喺做嘢個過程裏邊，亦都需要啲員工嚟到去通知翻喺嗰個一啲嘅專業嗰個staff 嗰個。如果有問題嘅時候，要即時啦 immediate 啦。對於翻有任何嘅漏洞發生啊，喺個 progress 個工序嗰個，如果有一啲嘅唔好嘅影響嚇，亦都要 keep 翻一個準確嘅地盤記錄嚇，包括員工嗰個出勤啦、加班嗰個申索啊，或者其他個記錄啊，所有 approve 咗嘅物料嘅 sample 測試嘅 sample 都要好恰當地咁樣去有呢個file。要 conduct 一個經常性嘅 site visit 隨機嘅 spot check， 就係咁樣。如果有啲嘅我哋要睇得到一啲唔恰當嗰啲檢測啦，同埋要度翻佢真係完成咗之後，咁要檢測翻保障翻一啲嘅質素嚇。咁所有呢啲保測呢啲visit 又好check 出嚟嗰個結局嗰啲 result， 我哋都要係record 翻，同埋要俾高級一啲嘅員工去 verify， 確保所有嘅員工都有足夠嘅經驗同埋個資歷嚟到去聘用，提供恰當嘅培訓俾個員工啦，包括質量嗰個概念啦，嗰個點樣去record keeping 啦，就職安啊，或者係防止賄賂嗰個法例啦，制定一系列嘅內部嗰個溝通渠道嚇，俾佢哋點樣去air 翻佢哋啲問題報告翻佢哋啲行為失當，要確保一個權責係委派於一啲合適嘅人人去做翻你委派去做嘢啦。好啦，要 conduct 一個定時定嘅 review 嗰個權究竟 delegate 得恰唔恰當，唔好減低呢個 site visit嗰個頻率同埋嗰個隨機檢測。呢個咁樣嘅做法，就只會令到你下屬覺得開始放寬，機會嚟㗎啦演繹一套恰當嘅嗰個 access 嗰個渠道嗰個監控即係講緊嗰啲資料好啦，我哋要分類翻一啲嘅資料喺唔同嗰個保安範疇裏邊，建基於佢哋嗰個外露嘅風險同埋嗰個敏感嘅程度，分類翻我哋要 review 一下定時。我哋要審批呢個咁樣嘅渠道嘅權嚟到攞到呢咁嘅資料，以3個需要知、需要做、需要用嘅概念，而只有需要用嘅先俾佢知啦，需要知先俾佢知等等咁樣嘅方法嚟去處理，限制翻呢啲咁嘅渠道啦。喺以電腦方面性可能嘅用一啲嘅 password 呢啲 password 都要定時去更新改變，制定一系列嘅追溯翻呢啲咁樣嘅資料外露嗰個嘅追溯啦一經如果有啲咩資料外泄嘅，可以檢測翻係由邊部電腦邊個人嗰個 login 去泄露嘅，方便去將來嘅調查啦。提供一系列嘅清晰嘅指引啦，按點樣去安全咁樣維係住處理翻呢啲咁樣嘅分類咗嘅資料嘅外泄啦，確保翻呢啲咁嘅電腦嘅保安，監控翻呢啲資料外泄，根據於頭先所講need to know、need to do 同埋 need to use 嘅概念亦都要攞到僱主或者客戶嗰個授權，先至好外泄呢啲咁嘅資料。好清晰咁樣，公司嗰個政策要溝通俾所有嗰啲員工知呢啲資料性點樣去保管。呢啲咁嘅政策都要定時定候嚟到去更新翻，減低翻嗰個風險嗰個有效性。警示翻俾嗰個員工聽啦如果你違反呢啲咁樣嘅事項，嗰個嚴重嘅後果。需要員工簽署一啲嘅協議書盡量避免外泄呢啲咁樣嘅機密嘅資料啦。喺佢哋聘用嘅時間，又或者咧已經離咗職之後幾耐，亦都要出翻一
一啲嘅客戶公道一啲唔好有個人嘅喜好擺到落去一啲客戶，包括你嘅近親或者朋友，唔好提供一啲嘅服務或者協助喺你嗰個日常嗰 official duty 裏邊建基於一啲嘅機密嘅資料，通知喺關於你嗰個你又好，你嘅僱主同埋你嘅客戶都好，如果有人問到你呢啲咁嘅資料嘅時候咧，你應該要拒絕，要解釋翻，其實咧你係違反咗公司嗰個規條嘅唔好testify 翻任何嘅 expert witness in case 係會牽涉到個利益嘅衝突嘅時候，都involve 牽涉到多過一個 officer 嚟到去處理一啲嘅事項啦，咁可以攞到多一個人嗰個嘅 opinion 啦例如procurement 一啲嘅物料選取一啲嘅判頭或者承建商嘅委任投標承建商嘅監管等等，即係唔好一個人話晒事啦，多個人個意見啦。制定或者有一啲突擊嘅組別嚟到去，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collect一啲嘅資料對於一啲嘅項目主流嘅事項，同你個僱主 declare 翻，或者客戶 declare 翻，你有任何財務嘅利益衝突喺個項目方面supplier 或者係承建商或者係營商方面對應翻你 official duty， 避免接收一啲奢華或者頻密嘅飲宴娛樂，或者係參與一啲嘅賭博特別就係同你嗰啲客戶有關嘅人更加唔應該啦你要無時無刻保持中立避免自己咧去到一個尷尬嘅事項，避免獲取一啲嘅投資或者財務方面嘅利益係同你 official duty 相關嘅，唔好同你嗰個材料供應商承建商或者一啲公司借錢唔好 take up 一啲嘅，不論有錢又好冇錢又好嘅 freelance 啦只會咧俾到你一啲潛在嘅利益衝突喺你日常生活裏邊咧，蠶食於你個僱主嗰個利益嘅啫當然啦，你最好係攞到你嗰個僱主個同意啦，提高呢個競爭力adopt 翻比較上面多啲嘅 call 多啲嘅判頭嚟到比較個價錢啦，好啲嘅比較個服務自然咧可以避免得到呢啲個人喜好同埋貪污嘅行徑。我哋要 evaluate 翻、估量翻一啲嘅投標嘅價格，建基於價錢同埋一啲嘅非價錢嘅因素，譬如可能安全或者佢嗰個能力咁先至可以俾到一個 best quality of project， 又或者係 service 俾到一個 price pay， 又或者係 lower price 過一個 specific 嘅亦都要可接受到個質量啦制定系統性或者係 consistent 嘅 procedure， 唔好話之前講嘅之後又唔同咗啦要好清晰咁樣定義翻財務決策方面嘅權，行政方面嘅指引同埋合約方面嘅事項，包括翻好恰當咁樣警示翻唔俾貪污，同埋咧嗰個需求點樣去 declare 翻你有潛在利益衝突嘅事項，發展翻一系列嗰個審批咗嘅判頭或者係材料供應商嗰個列表只係容許下屬喺嗰個列表裏邊揀一啲嘅公司嚟到去做啦好啦，如果邀請翻可能呢啲咁樣材料供應商或者判頭做一啲係 pre-call 嘅 approve list嚟到增加或者係 delete 翻一啲嘅可能性有啲係懷疑嗰啲公司得與唔得嗰個事項啦，制定一系列嘅採購嘅要求規矩同埋嗰個點樣決定性嗰個規矩嚟到去點樣去access 到一啲有潛質嘅公司任何附加嘅資料必須要一定係要俾所有一齊投標者嘅人都知道啦。我哋要 set up 一個joint pre-tender meeting， 即係大家一齊有份投標嘅一齊開個會或者落標嘅人開個會，好 open 咁樣 discuss 晒所有嘅事項，確保翻呢個 open bid 係有 witness 有見證啦同埋 conduct 翻一個獨立嘅所有決策都係要有記錄嘅。
要制定一個獨立個委員會，例如 tender board 啊，嚟去選取或者係審批翻邊啲判頭可以係做，亦都要選擇呢啲咁嘅公司，建基於佢哋嗰個資歷啦，佢哋嘅優勢啦，我俾出或者係一啲嘅已經定義咗個規條喺嗰個投標文件裏邊已經知道嘅，要保持翻呢啲嘅投標文件或者係投標個人資料係機密喺嗰個定邊個判頭做之前，確保翻嗰個處理。如果真係 negotiation tender 係做嘅時候，要所有嘅投標者都知道呢一份係 negotiation tender。要 set up 一個 counter check 嘅，即係有人再 check 嘅機制啦牽涉到多過一個嘅 officer 嚟到去 contact 呢啲negotiation process 或者係採購物料或者係授權接受呢啲好處喺delivery 方面等等。要 conduct 一個經常性嘅 spot check， 包括隨機 check 質量報價、收據採購嗰個記錄等等。要恰當咁樣 keep 翻嗰啲地盤記錄啦，例如報價合約或者係隨機 verify 翻一啲俾嗰啲 senior 嘅 staff 嚟到 verify。我哋要監管或者制定於承建商方面嗰個performance， 定時定候要即時如果係嗰個合約一完，我哋要即時做啦，要確保翻呢個估量係要恰當咁記錄啦喺要嚟將來有嗰個標書嗰個邀請嘅時候，我哋要維繫住定時定候嘅合約同嗰啲材料供應商同埋承建商 in order 係一個直接嘅渠道俾佢哋嚟到去講出一啲嘅觀點，或者係俾佢如果有啲咩唔開心嘅俾佢講啦例如喺合約上方面啦等啲 senior staff 都要知道。我哋要通知翻嗰啲材料供應商或者唔俾嗰啲員工係貪污嘅或者啲行為失當。好啦，咁當然 ICAC 同埋香港 IE 咧都係有 service 嚟到提升翻維係住一個崇高嘅專業個操守。咁制定一系列嘅咁其實廉政公署呢個公共關係科香港即係呢個道德發展中心，幫得到你發展你個公司裏邊喺道德各方面嘅項目嚟到去打擊呢啲，即係你個組織嘅需求啦。制定提升一系列嘅行為守則，同埋咧俾出好處去點樣去演繹翻喺你公司嗰度有效，強化翻成個嗰個監控系統同埋工作嗰個程序，避免貪污訛騙或者其他嘅行為失當。發展唔同嘅培訓嘅課程啦，制定一系列度身訂造嘅 seminar 啦。運作中心有好多個地方可以都有啲小冊子俾到你哋攞，印製每半年一次嘅 newsletter， 你哋都可以攞去做參考。有興趣可以揾 ICAC。呢個 Advisory Service Group 喺呢個ICAC 防止賄賂個部門裏邊，俾到呢個私人公司一啲嘅意見啦，去點樣去堵截啲咁樣嘅，或者減低呢個貪污嘅機會同埋行為失當嘅機會。Operation Department 行動組呢個廉政公署係會調查一啲相關，如果去處理翻一啲嘅貪污嘅投訴等等嘅好啦 ，support 翻個會制定一系列嘅點樣 qualify 翻嗰個會喺香港個工程師學會嗰個角度啦咁佢帶出俾個工程師學會唔同嘅 discipline嘅目標係點樣去提升翻佢哋一般性方面係一個做得點樣好確保翻佢哋嘅操守維係住崇高嘅專業同埋道德標準，評估翻嗰個engineering 嘅 degree 啦，咁或者 high dip 啦喺嗰個accreditation， 亦都有個指引啦，指引翻你啲員工嗰啲會員點樣去根據翻香港 IE 嘅行為守則嚟到去點樣去 education program 又好，joint force of ICAC 嚟到去一啲嘅 seminar 都好，最主要都係提升翻佢哋自己對於一啲professional ethics 嘅事項處理翻投訴 against 翻唔恰當嘅會員嚟到去一啲嘅規條啦。亦都會組織翻一啲嘅 CPD 嘅 course 啦 seminar 嚟到俾嗰啲會員
可能關於環保啊、法理上嘅事項啊、溝通嘅技巧等等。亦都會組織一啲meeting 啊、會議或者 conference 或者係 visit 啊，嚟到去交流翻一啲技術性方面嘅資料或者係意念嘅嚇。亦都會定時印製翻一啲嘅冊子啦，同步翻咁樣點樣去發展翻喺工程師方面嗰個道德操守，賴翻同工程師學會有關嘅，大家互惠嘅確認啦對於其他嘅會，咁IE 個 address 同埋嗰啲交流資料。好啦，好快咁今堂嚟到呢度啦，我都冇晒氣啦。好啦，到最後都係嗰句啦，CON4373咧嚟到呢度咧已經係圓滿結束㗎啦。呢個禮拜嗰兩班交咗 report 嘅，我已經收齊晒啦。如無意外，下個禮拜嗰兩班分別係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當日嘅5點前5點前必須要將所有嗰個report 電郵俾我得㗎啦。你哋唔使翻嚟㗎啦，我會幫你印㗎啦。交咗，其實你哋呢一科咧基本上已經係完晒所有嘅嘢啦。online 亦都唔會再有堂㗎啦。你哋放心，我亦都應承過你哋你哋係交足功課，有測驗嘅，亦都有交埋 report，個 attendance 我會幫你哋搞㗎啦，好冇？嚟到呢個 moment 都要 say goodbye。如果有同學有問題嘅，可以趁呢個機會問多兩句。如果冇嘅，可以離開㗎啦。拜拜。